去滔滔，
老乡，小爷让我冷血去看苗哎。把他踹了。妹妹，快追吧！乱与老少花款帮，谁因总兵帮新郎，从今不许登彩郎。老母见郎尿道硬，百姓见郎腰造枪，真色叫那无浪贼为这万人受老忙，出老忙。总兵大人到。最后，让开些，都让开些。这是诚心想着发扬水怪我们穷百姓啊！这是诚心不让他降温。是啊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接郎吧。
老乡亲，郎和因私利枉法，张贴官榜，我们何不当他一个累代，也贴他一个名榜？名榜？对，以名榜对付他官榜。穷人出气啊！是吗？为我们穷人出气。志愿袁世海郑宣礼赵云华到。哈哈，一个
必须一个丈人都与我乖乖的来走，来与我先请曹云王来了。太王娘冒险巧把玉里呀抱，为冤家苦算离了他功劳。我听总兵把我传，我吉凶上难了。公问大总管安好。恭喜赵大人，贺喜赵大人！大总管休息下，我曹云娃喜中我来呀。赵大人，我家多年宽容你家二小姐，命你为媒，这不是你高升的机会来了吗？大总管，你自看，快自看！像总比年纪69，又离年轻只万岁，何况他早已许燕家，这回婚在家，我难出看，难出看。这有啥难看？万望大总管高抬贵手，重重应罪，兄弟我请你喝酒。哎，赵大人，慢，怎么我刚刚杀出看，哎，你就想万家驴，小别帮真能把大腿女？赵大人，你不想一国万幸大到罪，也要为冤家我们黑路嘞，黑路嘞！这个不要在这个那个的上山观天色，落黑观风势，我看你。万事令总兵大人，各分请吧。来人，嗨，别莫死黑是。赵大人，来，谢耕田。这时候是的，时候是的。啊，我来听你写。上写总兵郎和营，延年69岁，郎月初8还是生，说自个。宁安院子院院才此女院月里年方。赵大人，来，报一报你二小姐的年庚八字。这种媒叫我所做的，何况我也实在报不出来呀。这娘啥个姐态？好，我来写。年方18岁，2月初2正日生，属土龙哦。两家年节亲近之好，列此耕田永返回，总来。赵大人，来，曹云王，大总管，来人，在。有请大美人后厅饮酒。是。大总管。有请袁大人。哈！
是谁的你跟天？哎呦，没头没脑。结果手可用气不明了，一身红衣襟，主去黄州，年发21岁，正月19子日所生。今日来平湖月老牵红线，红衣襟只送一根好气桥。可下面我有4句小诗嘞：丈夫梅花诗，愿我乱风鸣，庆幸是我心，不为己中情。小英啊，这好像红相公向你下3小几句婚来的吧？许婚那庆幸是我心，不为己中情。哎，可下面这2句诗中之一，我家女妹已经和他回过面了吗？小丫头，过来，夫人，告诉夫人，今天早上你们去海王庙，3小姐遇见了什么？夫人。哎呀，这真是奇人奇事啊！红衣襟他君子好逑理不差，他亲手红贴做眉纱，这真是好根好藤结好果，好羊好鸟开好花，完成瓜江的道理美，愿是我夫人心上三朵花。三朵花了梅更生桃梨花，子孙两人转家话。这真是啊，才子才女天作你3小姐一生为胜过你嘛，胜过你嘛。我说小姨啊，你们看老夫人这里家2小姐选的那个二姑爷怎么样啊？好，叶相公啊，诚意深在，诚意深在，将来一定会转功折归。那老夫人的眼光也是不错的了。老夫人的眼光啊，叫上啊不用嘴子，真好。这2个丫头的嘴巴，哎，是今日李玉梅的婚事让我总算放心了。这是你家老爷接你家大小姐嫁接了赵云娃，这门亲事啊，我总万不敢失疑了。夫人，晚上是一个。哎，你家老爷呀，为官清正，为人和气，这是心肠特软，像个石头说缺少心眼。这倒是真的，不是小人我将军们他们说的话，老爷神少的，谁要是说到出主意想办法嘛，真不及3小姐一点领队。你家3小姐那是夫人身边的一个诸葛亮哦。哎呦，天色已晚，老爷就要回来了。小爷啊，夫人，快陪夫人到里面准备。三杯去。去。
情深雨。一声笑，恰好是泪当头。我儿你一听，浪擦他墙壁昏来去。我南宋粮食刚出口，浪擦他一声怒吼把刀撑，千家安危几成身，可叹我一场难吞与本难争。欠了女儿我真敲台，借了父神我睁开你做他们理该做到头。哎呦，还不允我快快进去。哎呀，老爷啊，你同谁在说话呀？夫人，我正在我儿媳讲话呀。要么是我，为啥要嬉皮笑脸的呀？我还不快快进去？老爷啊，快请坐。夫人，请。哎呀，恭喜老爷，贺喜老爷！夫人，喜从何来呀？我家女没派了好人家了。喏，这次我已经把跟帖也派人送来了。哎，他拿到这跟帖欢天喜地，我拿到这跟帖，老爷，怎么你不同意呀？哦，同意。哦哟，我当你不同意嘞。哎呀，不好！众爷两大贼子都与我冤家攀了亲，可都与郎家结了冤了。老爷啊，看你心神不定，莫非衙门里出了什么大案子啦？非也，夫人。今日总兵大圣设宴请我，请我姑父饮酒呀。哎，这倒奇了，他是堂堂总兵，你是小小园林，他怎么会请你？是啊，可是他，你讲，哎呀，你去讲了，你去讲了。阿咱们都来靠，西瓜们都来吃，伤气。老爷啊，到底是什么事啊？夫人，启禀老爷夫人，姑嫂验了命，前来投亲。啊，文明来了！哎呦，太好了，快有请！哎呀，小爷啊，你家夫人来了，里面备茶啊！拜天一母一母，罢了，大贼夫。哎呦，不客气。义父义母，母亲命我送上家乡种子，望义父义母哎呦，孝。家乡的种
此我最喜欢吃的。人民啊，快坐！老爷啊，坐。人民啊，方才我都小一小一往在地心里面，夸说娘好吗？好啊，好，爹好吗？好啊，哎呦，也好，想必祖父祖母都好了，都好，都好啊，都好，都好。哎，老爷啊，夫人，此前文明已经来了，我看他的女儿的婚事啊，也不要等到8月中秋了，还是快点接他们办喜事吧。好，多谢姨母美意。只是今去乃是大悲之年，外孙想明日同生，紧紧观考。对，夫人啊，这亲近府事可耽误不得的呀。对，岳母大人，观考可是件大事，你可千万不能阻拦我。我怎么会阻拦他呢？文明啊，紧紧观考乃是一件好事，但你高中回来这般喜事嘛，乃是喜上加喜。不过进考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姨母啊，要考你一考。考，姨母。10年行动见精神，3更4声5更灯，4声园林红王子，进去听罢他之声，到那时他花用归马蹄琴，难归红枫迎新生。一母单靠无方，与子亲，与子亲，文明啊，文明啊，你今天一路辛苦，姨母就免考了。小姨啊，二姑爷来了，里面接风啊。多谢姨母，姨母等一会来考你啊。多谢姨母。大继父，你讲不能讲，你跟我讲，讲你的老爷啊，到底是什么事啊？哎呀，夫人啊，这，你不说是吧？你不说，那我被儿女婿去了。啊！哎呀，夫人，夫人，哎呀，夫人啊，从今谁破几品，人月里强开婚，他刚到比我用了又是一番跟帖。哎呀，我说老爷呀，我的好老爷，好老爷，夫人，好女婿，从中做了个大美人。原来是你牵的线啊！哎呀，岳母大人，你需要冤枉小婿，冤枉小婿呀！并非是小婿有一座大美，实在是生落眼睛不自配。大郎家这虽能翻千江水，我们是三名男女一全归。刘官下这是有孝，岳母啊，家心几安慰。是此说来，你这个媒做得对，做得对？哦，不对，做得好，做得好，不好，我应该好好的
谢谢你了。哎呀，要不以小婿看来，那郎家死他不用罪。哦，你要体谅小婿的一片心，一片心呐。对。穆大叔，这彩礼才是你。我说大女婿呀，岳母娘今天考了这样一份丰厚体面的彩礼，我应该好好犒赏你啊！犒赏我？你等一等啊！哎呀，夫人，少女哇！你对对说说讲无根，摇摇摆摆站不稳，蛟龙身亡30根，吃里扒外伤良心。明知你儿妹配门名，你做什么回来拿什么情？夫人，我与你这位冤他真，你也是一根接过少半根，亏你水中长大银，怎能够是非黑白不分清？夫人，告诉你，庙里的婚事娘做主，你不管定我来定，你快把根的彩礼统统给我退回去。退回去！这怎么可以呀？这怎么可以呀？哎呀，夫人，你们还不快给我滚！把东西统统与我端回去！回来！滚！这事情要闹大的呀！要再是办法慢慢再想。今天这个麻烦我是痛定了。哎呀，夫人，长下下来收拾好，收拾好。哎呀，我说老爷呀，嗯你真是一把上的手，缺少心意。小英啊，夫人，快陪夫人到里面找三小姐想办法去。夫人，岳母，夫人，岳母，快上梁，快上梁，快着牛妹打市场。郎约两家要退场，老夫人都是心肠是个凉，都是心肠是个凉。喜生贵，情丝长。西城眉黛戏鸳鸯。新闻言
人长。小大大一步早同进，赐给红巾哟拜堂。新娘，原来是月儿推推把我上，月儿啊。是玉兄爷们命来了，原来是表兄来了。啊，表兄，你一路上可好啊？好，阿姨儿们开门呐！啊，表兄，因我事情队长大了，这开门相见。恐怕都有不便。哎，你我只有青梅竹马，是今既听百年之好，开门相见有不可。何况愚兄明日再要进京关考，难道二妹连句叮咛的话都没有了吗？这个。小美女表兄高朋得走，早晨回来了，又怎么样啊？哎，这个你还不明白吗？明白得很呐！既然明白，表兄，请回。哎呀，说了半天，他还是要我回去。好。既说二妹对我不情，那我即刻启程
人再不登门。哎呀，表兄，我来了，表兄，哎呀，表兄在这里呢。原来是你，这个死丫头，看我不好好当你！哎呀，孩二妹，是我啊！原来是他这样。二妹，不要闹了，你表兄来了。俺也人家早知道啦。大姐，刚才他一个人还在这里。哎呀，你无色些什么呀？我无色。大姐，你来看，这是什么？嫁衣。这又是什么？方才把门关上，休得同进是家长。是谁人家鸡等不到吹风上，偷偷摸摸要拜他。我里起些身，原屁股还有谁明
其实要迷门门，有理分得，君王到后去，总兵郎恨意。但愿能无兄与父弟，女儿难逃就不能得见你。他只怕当红不正。儿子陪护郎也怕那几三妹须真人，若令我生生世世是一灵，须为我一生泪埋门，贫家一世报亲人。儿子，
小李藏刀气四兄，远从白
眼睛去，此生闻听不从情啊！花园景色不欣赏，云台风上闻一情啊！喜之至，深夜黄昏为知音。三小弟啊！三小弟也来了。不，三小弟是北汉小弟来的，如今三小弟嘛委屈了，二小弟到这里追来了，老能让二小弟追好。了义兄也离了，还礼，二妹亲手雕兄亲手手啊！二妹，二妹啊！今年花下道别离，今年花开一年，两心相许把离要把离情丝长相牵，每日里孤灯苦短思念，梦里牵引时常相见。喜之喜，把手堂里家祭奠，看似盼月老早日牵红线。二妹呀，今宵月下花园为这生君后你明心间。锦绣真龙踏比你
去流连，花光月色。身上的那颗痣比从前大多了啊！哎呀，我的痣太大了！严姑爷，身长高了，这痣嘛也就跟着长大的呀。我家小姐就是怕这个痣太大了，所以提起这个痣啊，就会粗声大气的。不。孩儿们，你要是翠眉双凤，手指红，梨花一朵身无用。孩儿们，你比从前豪放多了啊！表兄此番进京，不知何时启程？本该明日动身，望孩儿们如此深情，愚兄决意暂时2、3天。啊，那就5、6天。5、6天，7、8天也可。不，以小妹之见，理应即刻登程。表兄啊。走那红牙青，红绳子里的红长玉，又与三妹定圆门，传妹自己当酒饮，盼表兄接人济南送一心。像那红袖之功好人，此经皆有艰难，我理应相知。此次愚兄即可登程了。表兄慢走，小妹趁你关顾梨花药杯，待等着配元之程。这是你我花少之事啊！不。孩儿妹，且等那8月中秋喜庆才我与你呀配圆成圆，孩儿妹郑重与兄告辞了。表兄上台，这里有梅花要被关顾，是三妹帮表兄随心参与红牙青。表兄，这2块牛背可不能弄错的你。放心，错不了。二妹珍重，与兄告辞了。送表兄。娘子，眼看这事情越闹越大，
司机有没他打我骂我，娘子你也气我怨我，我真是左右为难，随何相交？娘子，你就让我暂且在这里躲一躲，躲一躲吧。哎，你这个不争气的冤家，将你背在王中，这也是三妹的意思。三妹，娘子，我既怕郎中兵，又怕有穆大人，我最怕的还是三妹哟。你怕他做甚？他那张伶牙俐齿的嘴呀，一讲起话来就是生讲活来讲，厉害得很，吃不消啊！相好，三妹，大弟，三妹你来得真好，我呀实在是看他不值。大弟，没有你的事了，把他交给我吧。那就是你还是安慰安慰儿子去吧。娘子。大姐夫，小妹这厢有礼了。不过，哎，小妹还有事要请教你。三妹，你请讲。不怕生姜团辣椒。为这副猪的四川这辣椒嘛，我是为吃一点的。我可不管你爱吃什么，我来问你，那郎恒英借了你多少银两？无有啊。那丁算这里完了一定无啥嘛。哎呀，也无有啊。不为吧？三妹，你急什么忙什么？你把自己姨妹也拿去做人情，我看你呀，还要把你自己的亲妹妹也拿去送成你。三妹，为继父这也不是嘛，也不至于外人这样嘛。我看也差不了多少。三妹有所为之，郎家不但劝他死打，而且玩什么？你讲啊！哎呀，三妹呀，那郎家也是做天兵利用，官比江山才掌中，总兵府里你在王宫，要两月子团金龙，劝他四大在关头，当与你不在朝中，你要高堂无门高，你要传分难免惧。离你三王宫，要知盘金龙。是啊，这老子还要瞒得江山不成？哎呀，三妹，这话你可千万不能乱讲，弄得不好是要杀头，是要灭门的呀！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老子就要瞒王篡位之意，百姓苦讨，天下福祉，还怕什么？哎，本朝朝中有位御史大臣，层层走青天，他对此事就不会不分。哇塞是此，可是无有把柄，谁管动他一根毫毛呢？无有把柄？无有把柄。娘妹，哎呀，不好，要不他又来找我了。三妹，你就让我暂且在这里躲一躲吧。娘妹，为娘已经准备叮当，文明只有2个月。表兄已经安然离去。好，就等我们娘儿俩一起来对付这只恶狼。母亲，那老身为人专横，居心叵测，这对狼还需要计中有计。计中有计，夫人。老爷，夫人，狼子被逼，已经藏进府里，他口声声要你夫人前去打娃。哎呀，我说老爷呀，打娃嘛去打娃呀！哎呀，也罢，
夫人，有女儿们把儿女多上一多，多上一多。这里有我老夫写来抵挡一阵。哎呀，我说老爷呀，你呀不是他的对手。今天这个对手完全由我来当。你的万所儿为谁的谈理也下的好？哎呀，万事应该无趣啊，无趣啊！哎呀，无趣！老爷夫人、老总兵他们怎么逃进花园来了？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谈理也下，夫人，夫人！哎呀，因为这激动之际，来不及讲了。这样吧，我先坐在家山后面，你与老师对话，才有为难我与鸟叫。鸟叫一声，你接着往下讲；鸟叫两声，你就收兵爬转。好，为两句听一听。小爷，家园们有。你们对我要办听得昂昂的，这龙地的高的，这花园造得亮亮的。今天看老夫人要在太师殿上动土了。老七母做事太气盛。要是知他老夫的大名，两你也不管死他等。我这个人啊，连文字母叫的声音都会阿哥。请问大人啊，你到底是哪一位呀？你且听了，老夫乃私下听了后，请封微服将军。官居一品，鼎鼎大名的总兵老恨爷。哦，你是何臣？那么你也听着，老孙乃钦点金世杰的王凤7品月令，宁王愿正大元帅老爷明媒争取两相结约，并非蜡笔将强的原配夫人否子。是嘞，台湾更铁的是你，是我；台湾彩礼的是你，是我；方舟那严文明的万神，你当然是我了。都，他的老七母，老岳之亲与美一阵，
你尽管退一回魂，给到何处？哎呀，我说大人啊，你身为总兵，理当知情达理，明辨是非。今日一见，却原来你是黑了不分，死了不读，不知人情，不识好歹的大草包。是话真讲啊！天底下哪有几岳母大人？那这样动刀动枪的你？是知识嘞，都是老夫错怪你了，太失体统了。不过大人，你要是不发不为，以理想的，老身倒有话要同你讲呢。好，来呀，快去老夫人看守。谢大神。八字生当啊，妹心里一空只要看夫郎，穷人娶他能活3年，富人娶他要一夜名忙，相中兵是朝廷一栋梁，我真诚心不顾为你把命丧，因此我推理三天回去，你好叫你死了在心上。想不到你对牛的情谊你攀亲不怕是谁也不上，既是此，只要你大人一句话，要把让我连呀可以发家长。来，我来问你，那颗美心用字可有看见？问赵云王，好，把赵云王叫来，传赵云王来了。你是大圣驾到，有色若迎啊！嗨，少啰嗦，我来问你，你家后一美心可有太极呀？太极？美心有红字一颗，那叶文明驾到十分富豪，那叶家十分平安啊！哎呀，难道这老七母叫你都是说话？
夫人，你家玉林小姐的命，请过多少算命先生啊？请过足100个算命先生。是啊，100个算命先生都是这样讲的。100个算命先生与99个是这样讲的。是啊，与一个算命先生说法有点不一样。他怎么讲？大人，他说道：越是年老，越要看，越是富贵越遭殃。是日可得皮包骨，不日可得是日高官。年过60去有理。怎么样啊？看得他断绝相互满门堂。老表，孤算未遇这样的事啊！哎呀，多你放心，长的不来嘛，来远的；方的不来嘛，来边的。来，多你坐。老夫人啊，常言说得好，这世界上想嘛，总是一发想一发的。你家二小姐的命，总会有个好法的。呀！我是这位中广大人在行，那么你倒是说看有啥个破法呢？哎呀，我讲了这么许多，他们还是不肯算账，这场戏怎么往下唱呢？呀，这丫头鸟叫一声，叫我继续讲，我讲的啥呢？好，夫人，既算不予破法，今晚老夫先把玉林小姐带回府去。太来着，请来各方高明武士在你破。哎呀，这高明武士嘛，我一早就去请了呀。好啊！这丫头鸟叫2声、3声、4声，哎呀，这丫头的枪法也乱了啊！女夫来得正好，方才这位大人要问破法，这破法嘛，就请他来讲吧。我来问你，玉林小姐的命可有办法破？破法嘛，有倒是有。阿秋，常言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破法倒是有，只怕大人难判。这世上还有我难办的事大不办得到，小姐万事不关讲。为什么啊？出王王法，单腿发起。什么王法不王法，一切与老夫担待，你只管讲来。那么大人听了讲。红布盖水晶。
不到美人，要是扑你取经是怎样？都好的女巫，你尽管刁难老夫。哎呀，老夫人呐，方才我说大人难办，大人说这世上没有他办不到的事。我说不管去给这把出王王法，大人说一切由他担当。如今词儿反而有结有恼啊！莫非大人就是怕王法？莫非大人就不想娶玉丽小弟啦？哎呀，这大胆女巫经过出言不虚。杨大人这位女巫讲得很有道理。常言道，龙配龙，凤配凤。我家二妹既是大名女子，这护法实传心机。大人你劝她死她，我说是本不乱嫁，就是全不乱嫁嘛，也是不然。哎呀，这该死的道友啊！哎呀，讲得好啊！好，老夫人，这3张条件我切切一弄，老袁两家亲事嘛，就这样定了。哎呀，大人啊，这婚姻大事非同儿戏，你要考虑再三哦。老夫是也不好，夫人尽管放心。哎呀，老夫人呐，要是老夫人怕口舌无凭嘛，可请总兵大人将这3项条件写在跟帖之上。一来嘛，好可以把这不知上个回去；二来嘛，也免得老夫人不放心。好，那就写在跟帖之上。多年还是不写的好，确保平安安写不放。何况写在跟帖之上，冲一冲回去也是好的。来呀，闭目伺候。叫赵云娃写，赵云娃特别是跟帖上不写，凤国衙被截取，凤国衙被截取，官府乱嫁宁亲，官府乱嫁宁亲。大人，好，老夫人。等3张条件没齐，老夫就来画桥了。慢了，这迎亲嘛，可不能急急忙忙，要挑个好。是啊，要选个好日子。那7月初7时候啊？7月初7，哎呀，牛郎织女一年一度，不是个好不是个好日子。那7月15呢？7月15嘛，是个鬼节。不吉利！哎呀，不吉利！8月中秋怎样？8月中秋，8月中秋，老夫人呐，倒是个好日子。老夫人呐，8月中秋嘛，是团团圆圆的好日子。那就8月中秋吧。好，老夫人，跟帖请求一言为题，那小婿。告辞了，松开，为父。赵云啊，你呀，这件事都赖在你的身上。哎呀，母亲，这一次你可错怪他这你这个丫头，葫芦里卖的什么呀？事情这件事一直没办上，定死了。今日怎么办？你母亲，把病拿在手，叫娘不用催。把病。你说不用催，不去管是催，管是催。难断再对对，细细伺候催，难断再对对，细细
让咱大相公苏东是也。大小爷，雨停了，快走！大相公，我实在追不动了，我们还是找个地方歇会儿再走吧。学不得，学不得。你想，我们的长子务必要在中秋之前搞到周大圣得先，才有得满去不了他事。这倒也是，只是小燕走。哎呦，还要追你，我说小姐呀，总说你翻山越岭不知为，官做官位好气概，总来是花谢虚伪天理，办不到郎者要做不黑。牡丹心乔装男儿路不在，牡丹心高唱不争郎难追，到那时你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。还不是虚伪虚上圆圆妹。大娘子，绣上一个圆圆妹，就我一对表兄妹，只挑一只新郎，宁安一圆年无罪。周大人查不把郎在，我是实看金爵千万岁。你还要去见皇上？帝王必臣也必归，问你与班随可不尽见。小弟，你的胆子真大，你不怕，我可说实的有点害怕你。小燕欲驾不回东宫县，老夫何惧虎狼威？英雄自古真讨厌，哪有个忠良勇全健？你当这是为自己事，我杀你也要把君子陪。小爷，这一场只能生来不能陪。此次书同相公，与相公带路啊！晓得。我与你不散荒唐，要他拜八不美。相公，相公。
牛妹她操心马金身，猜我与爷兄离王走。我曾把你送爷兄走，我也是红颜从小。离糊涂，心思茫茫因为谁？但愿不为梅花样，却为应承长子成。转家？这里没有什么转家。那你找转家？那你就在这里等吧。哎，童儿，像四海之内结为弟兄，和他们衣衫邻舍，官路匆忙，还是得他们一程吧。相公，这小船我们自己都先急了，还是让他们在岸边歇歇，去等转家吧。哎，岂不闻君子应与成人之美？哦，好吧，快你们可了。相公，快来！哎，快上啊！啊，好。这船没有跳板，怎样上去？哎呀，我也有点害怕你。哎，相公，你看这两个堂堂乱子，连船都不管上。还要这样你的，岂不好笑？哎，生育艰难，怎能相助？不可取笑。快提过船桨，与他们得过无水，上船岂不方便了？这真是一个好办法，好办法！万这位相公想得最大，此次多谢二位。张文亮，开
大的，小弟平城明茶坊陈兄弟，小弟红牙旗。我知道红颜早已成风水，陈完嘞巧在最中嘞，一众人目传当眼前，道教母有惊有喜，有惊有喜是谁？一表神在多情绪，一笑一颦是风雷，一鼓一盘啥有情，一定是胸藏足迹佛经虚。算是企图相的错嘞，潇洒英俊离你在，牙关手藏无黑心，拼个草裙成中相见炮打不平皆乱神，惜今日风雨同舟皆良原女。来我是仙郎君把红尘开，俺是西为英雄高色头，喜迎从把离来啊，红尘兄久仰啊久仰。陈生兄，失敬啊是失敬，我与你三生有意，桥同舟。请问红兄，不知琴瑟可曾见到严兄？啊，严文明，这个啊，请问爷弟，你与严兄是？我与严兄乃是亲自手足的同窗好友，哦还是因表兄弟。哦，是此时来，你我的兄可就更近了一层了。本来就情得很呐。既是自己的兄，我就对你实施了吧。那叶兄与我同遭狼者毒害，是我乘他快马送他远迎，如今他已安检特谢，进赴考去了。这就好了。好，请问爷弟，风雨官路，莫非也是为了上京观考的？非也，我来到朱大生台前告场去的。高场，莫非也是为那狼横意？正是告那老臣。好呀，爷弟，怪不得你我萍水相逢聚，一见如故。原来爷弟与我志同道合，关带相照。自此时来，你我弟兄有感情也成了。哎，岂知情儿有情，应该说是情儿有情了啊！哎，这是女兄闻听朱御史身患重病，已经3个月没有上朝理政了。眼底的场，这怕也是告不成了。哎呀，这便是何子好啊！爷弟，不要着急，以女兄之见，你何不随我一同进京赴考？他日才能鳌头夺转，帮上高座，你我也好同心协力，共治全节。你看是何？哎，眼弟就不要犹豫了，你我去结伴同饮。哎呀，这样不好啊！难道爷弟不让谁兄同饮？
非也。这牛背是这两山牛背巧人得，望我一路留人心上来。你找我是啊，我与你风雨同舟，乃其愿的心胸，定真是梅花配。我与鸟妹怎么样？是表兄妹，他要我报石辕门一结尾。原来演的是自家人，亲在女兄深深拉门，演的呀既是知情可心来，想必是牛妹听雨诉心泪。是啊，红颜传书我早早背。哎呀，书信洒落一步才回。这可是何事的哦？红兄不必插气，在小弟细细寻找，找到了即刻呈堂。你这位老兄呀，办事也太粗心了。啊，红兄，的恩兄，你与牛妹已相约，十不满家计就得中秋夜。一朝兄妹冤又冤，人团圆太中秋，我听算登门贺喜来。
还是你的姻表兄弟嘛？请。背着领
弟我都忘记了你。大圣是啊，你二人不是死于同巢，还是因表兄弟吗？因表兄弟是啊。你面熟得很，面熟得很呐。哎，他二人好像不相识呀。这位新口状元像是哪里见过，只是这因表兄弟从后时起呀。严大人，大人，听说你的婚期定在8月中秋。是啊是啊。他怎么都知道啊？是啊，你我的婚期，他怎么都了如指掌啊？这是严兄理应所谓王者，一来夫人，二来完婚。是大人，下官为此正归心似箭呐。不先派快马送信一封，以免少夫人挂念，二面即外甥子。多谢大人如此关切，下官即刻照办。慢，一提之间，这书信嘛，要越快越好，这送少夫人才是。多谢大人如此追悼，下官告辞了。请。哎呀，奇哉寡言！这位巡安大人想得如此周到，也是与我事业同窗，万事是因表兄弟。是啊，这因表兄弟。面熟得很，面熟得很，面熟得很呐。嘿嘿，也的陈什么究竟在葫芦里埋的是什么呀？恭喜洪兄，只见小弟不才把玉梅小姐给你的书信也是一散，至今呢，总算找到了。给我看嘞！慢，这书信不表等小弟离京之后才能查看。这是为何？见亲心意重，洪兄宽厚是为明白。君子一诺千金重，理应等他离京之后方能查看。其也。称心不称心啊？称心的，称心的。启禀老爷夫人，老家花轿前来迎亲。好啊，
那老子顾上来了，岳父岳母参北后堂，一小婿一生对付。哎，也是啊，像那郎子拳打死打，你要多加小心啊！哎呀，老爷呀，事情你还怕什么？我家那里早就许起文明，那郎子是用钢刀逼你用银。等一位呀，你在公堂上与他对证。对，岳父岳母参北后。老爷，请夫人请。来呀！来，两相伺候。是。愿他生，愿他生，愿他生！花轿一到，快请新生上桥啊！你们是何人？尽管乱唱冤呀！我乃总兵府堂堂大管家老彪，我乃总兵府堂堂二总管郎随。哦，原来是一群狼狗。满说是大总管儿，总管就是狼张兵来了，也许向明后这张前来抢亲，也闻命你自口。冤家子女当家臣，生死也愿早结亲。王家与妹与走，分明是你来抢亲。说什么抢亲，反什么也问你，分明是你小开坑生，替人推生。这夜早早王发财，难道你总兵不争气？我想你一生是催，一段情，你可是王法财我最重情，更何况这情字你自愿情推于不可离空当面喷。愿自愿上堂，愿自愿上堂。单纯心情把他当亲，且加恩惠几生，传记他生罢了，一帮宽手携手。为官，这狗铁之上，可是你亲自用的银。可是你公堂之上，尽管四次逼供，可想你郎夫是事后逼婚呐！哼！去生与他强有意，你敢把我怎样人？草与草纲，国与国法，我要为你试问。一个小小的妇人，但管拿我！来呀，来，与我把他绑了！是，来呀，来，与我把他绑了，把他绑了，把他绑了，绑了，把他绑了，绑了，压下去。老恨你，你谋王法，天地难容。
郎恒英，你是老臣。请安大人到。请安大人到。二位大人少礼，快从。宁安院哦，背着才。府衙之前吵吵嚷嚷，哎呀呀呀，趁我听。大圣，老院之情近来结成良辰，老夫方想前来接去。我想新生福音也闻名，尽管强亲结成。哦，是此时来赋予他知法犯法。大圣明鉴，待言闻名。言闻名参见恩怨大圣。啊，但言闻名，身为府尹，尽管知法犯法，常使强亲。启禀大圣，常使强亲的乃是郎恒英呐。大人休听他一派无言，老院之亲与美与争，何身为媒？曹云王何不为证？更替为证，传曹云王，传曹云王。曹云王传见恩怨大人。曹云王，才低下头来，我来问你，郎园两家结亲，可是你做的媒？大圣，这更帖之上写得明明白白，他是来不掉的。呈上来。宁安院，哦，背着才。你的女儿是何年何月何日所生？此女日里乃6月初3，貌似降生，一年19岁。啊，郎大人，这更帖之上写着年方18岁，2月初2辰时所生。这更帖不符，哎呀，是何道理？可能是他没生，也是属火吧。你什么的？凤冠衙外接去，官府乱加宁亲。哎呀，这难道也是说话不成？大人，这笔记乃曹云王所写，大人理该问他。但曹云王竟将御用之物写在更帖之上，难道不知欺君之才？哎呀，大人，小官是奉宗弼之命书写的。哼，你想地雷，你想掩碍老夫，还不用我从这将来。哎呀，大人呐，宗弼是他也想横淫不法，设下圈套，将的子也娃呀。小官为媒也是出于不法，这不乱
不管杀他。大人，想找一万年死里小生，无凭无证，岂能信他？大人啊，不由凭据，众军苍堂。丁大人目光一瞥，吩咐乱将我正去才。插头。升堂。强必用阴地苦死你，区区小事何用度本？此法办法常是强亲的也是你。老夫就是喜欢那个丫头，你欲能判我捶你。你是被封以私草乱讲，藐视宫廷，我判你个欺君罔常之罪。风雨乱讲，就算是我所造，可是今常为私有，我把他写于王家，你欲能把我怎么样？万事掉，把滔天贼淫剪开掉，本愿历经长城内，一路上命运的腾将你高，不高你与又相离黑把心，靠过心境名字高，多少你把两边算命题，王英也放肆，枪炮远，领子女遭枪枪，红衣乱家分四草，四色龙庭土木难，手一传回，是黄袍，铁真是三七用来。长黑黎明我是不报，欺君罔常，妇女不会手帕累累催，堂法门难逃，且慢！像你那文在官员，只怕把我不得。你抬腿观看，又是长方宝剑先斩，嘿，我们晚见，绑下去。
也许啊，像那安元大圣年纪虽轻，可他端起而来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严大圣，陈大人，但愿此案端得苦功。实非大圣命断，我夫妻今生恐难团聚了。你与哪一个团聚呀？就是此女若离呀。地下客人。传圆月里上堂，圆月里上道。圆月里看见安元大圣，圆月里引我退去退来。我女我听着，在公堂上遇国法，在后堂上遇家法。今天叫你尝尝我老夫人家法的滋味。哎呀，老夫人呐，本性爱你是当不得的呀。为什么当不得？不要设置情况，就是骗我老子，我今天也要当。哎呀，母亲！这样不要的。骗完老子你管当，本性爱你就是下不了手。为什么下不了手？我今天要真的当。老夫人，小英，好，请你当，请你当。老夫人，怎么一回事？三小弟回来了。啊！是月梅回来了啊！哎呀，月梅呀！哎呀，三妹，怎么是你呀？哎呀，面熟得很，面熟得很呐！月梅啊，你哪里来的这一身的荣耀哦？弟弟，母亲啊！月梅我桥上结伴离家乡，高堂不曾我进考堂，
啊！牛妹女犯乱诈，犯了欺君踏村。这下我们全家都要遭到灭门之祸，灭门之祸！哎呀，老爷呀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早就没去，早就没去。对，圣旨下，接旨。宁王园里三女袁玉梅，叫丈夫是欺君犯上。本应严惩，竟因诸御史保罪，故念此女出于为国之节，为民之害，及之可加，不予人裁。且随寻案之责，教育洪一清接受。哎呀，洪兄，既知袁玉丽极力可封，请命两代新人接受完婚，请此谢恩。万岁万岁万岁！谢许啊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岳母，岳父岳母啊，三姑娘也不苏醒叫我陪，吉林人要兵且将马领接。他金花插把凤冠戴，在京都不转生须眉。早已完美呀！有母，小婿红要去阿里川吧。罢了。哎呀，有母，想今日来两婚结成，将婚娶，就婚两代新人，才是拜过见义了吧？八爷出去是个好日子，老爷，你看你。哎呀，我是石头叔，还是夫人做主吧。王啊，他们二位姑爷进去更衣。是，请也就请。我说大女婿呀，你忘不快快站礼上呢？老爷，请坐。夫人去。站礼喽！说站礼就站礼，生生西过来
江路。